今年龙武宫天人堂初一15晚上诵经啊，楼上是一贯道的魔堂，读经，读《百孝经》、弥勒救苦真经、清净经、心经、佛规15条。弥勒救苦真经、心经、清净经、百孝经、道至中至15条佛规。楼上是一贯道佛规，楼下是龙武宫天人堂。道教公庙，农历初一15晚上诵经。